现代第一版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，着知世界的末期到的时，会有种种的苦难。迄时人会自私、贪财、夸口、骄傲、诽谤、忤逆父母、忘恩背义、无圣洁、无亲情、残忍、中伤、怀逆、凶暴、怨恨好、奸诡、懒散罪、自高自大、爱享乐、赢过疼上帝。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无敬虔的实质，你着闪避即款人。因中间有人侵入人的厝，控制意志暴虐的妇女，这个妇女受罪恶压制，互逐款的情欲支配。因不时得罪恶，却无法度明白真理。亲像早前雅年甲杨布雷反对摩西，现在这个人嘛安尼反对真理，直到心智败坏，信仰无纯真。毋过这个人亲像迄两个人，袂有甚物影响，因为因的愚妄会伫众人的面前暴露。你有学我所教示的，我的做人，生活的目标，信心、宽容、疼心、坚忍，以及所受的迫害甲苦难，这个你拢知。就我伫安提阿、以哥念、罗斯德所拄着的迫害，我安怎伫忍受？毋过主有救我脱离这个。所有爱要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，一定会拄着迫害。不过，歹人甲欺骗人的话哪来哪歹，因甲人骗，家己嘛互人骗。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、所深信的道理，因为你知这个是对甚物人学习的。你嘛知，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，通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，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训练人行正路，拢有利益。互服侍上帝人准备好势，通做逐项好事。